備受社會關注嘅新型碰瓷黨，有冇車輛碰撞咧都索償。警方近日拉咗4個人，仲話咧檢視緊過百宗可疑嘅個案，唔排除咧有更多人被捕。警方交代嘅時候咧，仲揭露咗啲內情，同大家分享3個重點。第一，懷疑係慣犯同埋有組織嘅詐騙。被捕嘅4個人咧，包括2個醫生同埋1對夫婦，單係對夫婦就涉及22宗索償個案。全部咧都係話自己喺近4-5年嘅交通意外中受傷，向司機索償嘅典型個案。而相關嘅病假紙咧都係來自1-2間診所，懷疑係慣犯同埋集團式犯案。第二，話幫你索償，最着數咧都係律師樓。一直以嚟咧都有公司以不成功不收費為招來，又有中間人話可以咧幫人索償，大家一定要警惕。即使成功索償，大部分咧可能都會用嚟咧俾翻法律嘅費用，索償人咧可能得不償失。曾經有個案咧索償50萬，保險公司咧提交調查文件後咧，法庭裁定司機只需賠3萬幾蚊，而索償人咧仲要賠翻60幾萬訟費，可以話係咧偷雞唔成蝕渣米。所以就算真係有人幫你告贏官司，賠償金咧可能俾律師費同中間人費用扣咗一大截，唔係好多剩。但係如果輸咗咧，賠償對方律師費同埋詐騙嘅責任咧，都係索償人，分分鐘咧賠錢兼坐監。結果最着數咧都係律師樓。所以大家喺交通意外咧，真係要覺得對方唔啱，都要正正經經合法去索償。第三，保聯用 AI 迅速協助查案。保險業聯會咧今次用咗人工智能大數據偵測可疑嘅索償個案，先可以迅速將資料交俾警方調查，成功拉到人。所以大家一旦有意外或者警方叫落口供咧，即使覺得自己冇錯，都必須咧要報保險，唔好以為自己和解就了事。因為咧根據保單條款，和解咧係要事先得到保險公司同意嘅。況且即使簽晒嘢，白紙黑字，對方都可以反口索償。報保險除咗保障自己，亦都可以提供資訊，令到保險公司咧分析到異常嘅個案，交俾執法部門咧去處理。一連幾個星期同大家跟進咗新型碰瓷黨，都係希望大家咧避免受騙。當然亦都感謝同埋期望警方咧繼續將騙徒繩之於法，令到詐騙集團咧冇咁猖狂，還市民安心。請大家讚好、留言同埋廣傳，多謝大家。